来享福命强国，苗栗尖山迄下个故乡，到我阿公开始做米粉，到了遐已经快要100年了。讲到米粉，大家都想到新竹。其实日本时代到了下苗栗尖山，一直都有人都会做米粉。尖山较滑，总讲系风较透，地方发，米粉较夹走。要有风日头要辣，米粉晒起来才会好食。尖山米粉日本时代就相当出名，福德街、平安街米粉厂最多的时间40万家。做米粉非常的辛苦，头做会放弃了，前面的手工一时的就做唔得上。然后尖山米粉存到2家，当多的落山叶慢慢的就磨得起了。我感觉落山叶只要有信心，继续做下去，一定有这个条件。